就来看高雄这个4岁小弟弟带着视网膜无细胞瘤，伊正蕊的目睭已经剃掉了，剩倒蕊，也毋过这个癌细胞也阁继续咧传，若无来抢救，恐惊两眼拢会失明，永远看无咯。这个高雄病院寻求着国外专家协助，最后经过评估，决定到美国去治疗。但是这个医药费真大条，爸母是真着急，要请大家斗相共。4岁啊5岁，用古锥的声音小解家己。我看看。看到医生护士提出用相机翕的相片，伊是4岁外的张弟弟。原本应该是欢喜的当然，却因为得到遗传性的目睭的癌症，爱伫病院长期治疗。会痛吗？有咳嗽吗？张弟弟得到罕见的视网膜无细胞瘤，台湾大娘10个案例已经治疗3年多，经过全身性的化疗、各种疗法等等，照蕊不幸伫今年8月挽掉，目前敢若剩倒边的目睭，嘛因为癌细胞拖到前房，前后已经治疗6摆，病情初步得到控制。到了7个多月的时候，我看他看人有时候是很吃力，到了1岁的时候，刚好要满1岁的时候发烧。就发现是母细胞瘤。为了抢救张小弟的目睭，按算伫10月初前往美国费城进行治疗。需要重量型的小腺源，它这种小腺源是连日本都没有的，所以只能去美国这样子。光看一个门诊，但这就至少就要新台币10到20万，我自己估大概400到650。虽然已经摕到救后生目睭的门票，不过看到这么多医疗的费用，张小弟的老爸老母嘛真烦恼。真的很期待又很高兴，可是真的这个费用太庞大了，希望说社会能够帮助我的儿子不要失明，让他能够看到这个世界。为着要让心肝宝贝会使看到这个世界，就算够安怎艰苦，张小弟的爸爸妈妈嘛要继续拼落去。